最喜欢听的一句话。导引，在我们生活周遭，常可从父母、老师、同学、朋友，或者偶尔从他处听到一些赞美的话、鼓励的话、甜蜜的话、刺激的话、批评的话，在我们的心底留下深深的感动喜悦，请你写下与老师分享。附录：台南市立新东国中101学年度第2学期第1次段考2年级国文科作文卷。题目：我最喜欢的一本书，年番号姓名。说明：一本好书常值得再三品味与深思。在你的阅读经验中，有哪一本书，书中的人物、情节、对话，使你印象深刻、回味无穷？请写出一篇符合下列要求的文章：一、选择一本你最喜欢的书为题材；二、概述书中大意，细写使你印象深刻的片段；三、阐述从中得到的体悟，说明感想与收获。老师，我最喜欢听的一句话。导引，在我们生活周遭，常可从父母、老师、同学、朋友，或者偶尔从他处听到一些赞美的话、鼓励的话、甜蜜的话、刺激的话、批评的话，在我们的心里留下深深的感动喜悦，请你写下与老师分享。附录：台南市立新东国中101学年度第2学期第1次段考2年级国文科作文卷。题目：我最喜欢的一本书，年番号姓名。说明：一本好书常值得再三品味与深思。在你的阅读经验中，有哪一本书，书中的人物、情节、对话，使你印象深刻、回味无穷？请写出一篇符合下列要求的文章：一、选择一本你最喜欢的书为题材；二、概述书中大意，细写使你印象深刻的片段；三、阐述从中得到的体悟，说明感想与收获。
可搜寻井号群书治要。